这是1906年厦门的漳泉信汇报，公司32年落个第20号出卷。我对上中一篇文章，阁不只有趣味，就这篇晋江的海盗。等下阁要来读，因为这内面有一寡历史物件，我是无啥了解，阁请各位来补充，尤其是这泉州的朋友。等下我喺读嘅中间，因为这是古早文献，所以有一半句这句法，还是讲这变调，我是无啥有把握。若是有讲毋对，阁要请各位批评甲指教。好，头一段论晋江的海盗，以前下报有几若人讲起，不知详细。但我还阁讲起来上报，是属后来的情形，也渐渐望看报兄弟姊妹，为这通常常对这项代志祈祷。好，这段照讲无啥问题啦。伫无几日前，连甲古常常伫三台。这古毋是这古天乐的古，伊这是股东的股。这事件伫晋江，因在地人是叫做林古湾，主要着这姓林的甲姓萧的两边伫相台。因为姓林的这边较有势力，人较侪，砖头嘛较侪。姓萧的这边人较少，所以就去找杂姓，是这杂菜杂去找杂姓来斗合作，来对抗这姓林的。所以这篇文章内面讲的这个古，主要就是姓萧的甲这个杂姓这边的人。好，逐摆的中间有真大病，死的、受伤的，甲未算得，是因为伫即时五角要大涨甲成色的时，这五角是这个白话音啦，就是这个五角毋过这个文白音嘛袂使安尼南山用，比如讲这个神龙大帝。如果叫做这五国王嘛，但是应该是无人家叫做这五角王啦。好，继续。逐人伫较远的田园，拢攀远无做，不过伫乡里口做淡薄来阿爸拿丁。好，这乡里伫台湾应该是无人咧讲啊。这阿爸伫这文章内面伫我咧看，照讲啦是这个。只要的意思，毋知敢对，所以对敌若会算五角，摕五角，高不将着出力甲伊敌敌。这算五角，这算应该是这算长的算啦，也阁常常有刷力甲因价值来相陷害的事。好，过来，伫2-3礼拜前，故年因价值来害林，直到林受。真大凄惨，这真照这漳州林建辉先生的讲法这真是漳州话啦。这个报纸是照这厦门腔来写，表示这以前100多年前这厦门阁有咧讲这真，毋过即阵敢若是无人咧讲啊。这个报纸是这真甲真两种咧交替使用啦。真大凄惨，过年就组织几若队兵。因加减决的法，将所组织的兵分做2边，逐边有2-3队，就去秘伫较低的所在，互林这边的人看袂得到。搁伫后面有另外分一队，是要加扣五角来人林。这扣照讲就是这华语的这个拔啦，看林会出来甲因接阵来含到因所用的价啊无。无派批，这派批，若是这漳州腔应该是批啦无派批，厦门腔、泉州腔是无派批。林定定出来甲因相台，因哪摕林哪进，林拍算是惊因，就出力直进前追赶因，无拍算，已经入伫过年所张的路网内，所以。过年所埋伏的兵，看见林已经入中队，就做一个发起围雷来攻击伊。这围雷照讲就是这围啦，这是真史上的变大音，伫这个白话字文献嘛史上看会到啦。比如讲，这个代志讲弄出来，话大白落的拢是即款的情形。惨啊！林受困伫中央。学得走出，通可能
迄日死诶，有人讲是12个，有人讲是8个、6个、3个，总是无有确实诶凭据通知。独独通拍算林伫即日有受真大凄惨。所通知诶，就是过年有捡到林所放杀诶重炮枪。这就是通炮枪啦。重炮枪是42支，腿仔甲拔号诶假死无算。搁林受伤诶有小百人，这小百人我是毋知影是正百人诶意思，还是讲有超过100人。这是我无啥了解。真正通可能，总是还佫有搁较可能诶，就是正礼拜前有11个塔头、定边、关后即3所在诶人。这塔头我知影是伫即个晋江东石诶一个村啦。定边我就毋知影是伫倒位。即个关后伫厦门嘛有一个关后，毋过照即个文章安尼看，照讲毋是对厦门来诶。伫即个泉州里城嘛有一条街，号做即个关后街，毋知敢是泉州迄边诶。好，即3所在诶人聚集来狩猎瓜仓杨택诶人。瓜仓就是即个瓜川啦，姓瓜诶。杨택杨宅，照讲就是姓杨诶啦。无拍算有一个平时是真高3台咬骑旗诶人，互因掠着，已经掠着了。迄边诶人就来追，因就故意将迄人做箭靶，箭靶，就是将伊吊伫树顶，然后再用枪来刻，用锤来斩，真夭寿。互伊真在艰苦死，看见诶人替伊伤心流目屎。伫较早，林也捌掠着过年一人是用汽油淋伫伊诶身躯，然后才用火来烧伊。哎呀，即号野蛮诶百姓，青番诶族类，用即号歹法来三款待，毋知什么时才画煞。看报诶兄弟姊妹，减毋着替伊迫切祈祷上主嘛。毋望无偌久，晋江关会出来办理，互即个大诶灾祸画煞，是心所愿。好，即个作者是 BB。照讲是迄当时伫厦门诶即个外国诶传教士啦。表示即个晋江人较早诚歹。伊甲写做是青番啦，甲晋江人写做是青番。好，我先读到遮。内面即个问题我请即个泉州人，还是讲晋江人来解答啊。好，多谢。